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和真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更高世态，伊势比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下的，波光风飞，身边只存你一情简单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拢找无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准备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机调味，面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和真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多。袂停，更高世态，伊势比像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下的，波光风飞，身边只存你一情简单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拢找无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
境，已经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娘娘，请你守护。你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
家午安。不好意思久等了，我刚在回一些工作讯息吼。好，我们先把 BGM 放下去。好，你们可以听一下猪猪声音的 balance 跟 BGM 的部分吼，看有没有取得一个完美的平衡哦，双赢的局面，就连这个都可以双赢。不好意思，对，又是一阵那个工作讯息的忙碌。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午安。我今天依旧会非常精明干练的唱歌，绝对不会标题诈欺，谢谢大家。应该啦，maybe 啦。而且高雄这两天好热哦，我现在穿的是吊嘎小可爱，你知道吗？我现在吊嘎小可爱，然后我在思考，我居然还在思考要不要开冷气了，救命啊！北部也是这么热吗？大家午安，欢迎来到猪猪频道哦。对，因为就是我刚刚有在跟伊藤先生询问说，那个就是我们这次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些小礼物的部分哈，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很可爱的小巧的明信片啊、卡片啊之类的哈，就是不会有大积财的这个部分发生的话，那现在啦，我觉得现代人很像对于那个便利超商店到店的这个服务是会比较方便，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是中华邮政，又或者是非常尊爵不凡、贵的要死的那个黑猫宅配，大家也都会嫌麻烦了，因为不见得你来的时候，他妈，我现在搞不好就在开会，我现在搞不好就在忙，我现在搞不好就在跑业务，我就是没有空去拿，没有空签收之类的。对，所以我就跟伊森先生询问说，总之可能3月份开始的时候，统一先用那个中华邮政寄。对，那但是之后如果大部分的会员还是希望可以就是用店到店服务来讲的话，是不是有办法就统一就用店到店服务？然后结果 OK 耶，结果是可以的。对，所以我在想，今天可能开个投票的部分，就是说文化部爸爸加码的部分，不晓得大家可是不对啊，因为如果说我现在开始投票，但是没有文化部爸爸这项权益的人，万一投票进去的话，很像也不太准哦。对，但是以我自己啦，因为说真的，就是高阶会员，我自己也弄了快4年了，大家基本上选择店到店的已经90%了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总裁们、萌新们啊。对，就是基本上就是，即使大家非常的尊爵不凡，感觉应该都会选择非常尊爵不凡、非常霸气的黑猫。但是说真的，90%现在大家都用全家店到店。然后一开始想说，大家真的好贴心哦，是不是想帮我省运费？就之后发现，不是，真的全家店到店真的方便多了。Seven 爸爸，为什么我没有等一下，我有骂谁吗？还是说刚不小心就是讲了一个语助词，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没有骂人啊，我刚可能就不小心讲了一个语助词啦哈，不要对号入座啦。Seven 爸爸真是的，Seven 爸爸真是的，有点可爱，不要对号入座。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反正我最近开台我都会陆续问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加码进去的话。那可能真的就是全家店到店比较方便的话，我们就是改全家店到店去做一个收取这样子。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运气还蛮不错的，还是要先在那个表单里面投票看看吗？我是想说，因为这次的表单已经出去了嘛，那么下次我在想说，如果有伊藤先生分2边，一边方便用全家的就填全家，不方便全家的可能就是中华邮政的部分。对，很像，但是又觉得说会不会又太麻烦他？对，所以我这部分我问一下。对，因为的确现在比较依赖全家店到店的算是怎么讲居民吗？也不是居民啦，受众啦变多了。因为店到店比较不是对，半夜也拿得到啊，对啊，对，只是就可能你几天没拿，然后就被退回来。对，邮政投递也是用挂号送的话，一样要签收，是不是？所以就是会突然觉得说，现代人真的越来越依赖便利商店了，就没有便利商店会死对，以前就是已经非常古老的中华邮政，现在渐渐也要被店到店这种东西取代了，对啊。
对，所以就是没关系。那这部分我会再跟伊藤先生讨论一下。对，因为这边有收到几位他们真的不方便用全家店到店来收货的大佬。对，那这个部分我可能这2天我会再跟伊藤先生问一下。不过伊藤先生那边其实都很弹性啊，就可能未来大家可能如果大部分还是用中华邮政的话，那有零星几位真的很需要全家店到店的话，对，那我觉得在表单里面就附注一下。对，我觉得可能下一次的表单我就会增加那个店到店，就全家店到店的那个店铺，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就请填店铺，就请伊藤先生另外处理，这样也是可以。对，就非常的弹性啊，没有错。感谢，对这次的合作伙伴们，大家都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各方面专业啦，专业。Hello， 大家午安，嘿，建新、公安，何尝不是依赖小七或全家？是不是？我们现在非常的依赖，对，很难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哎。好啦，总之谢谢大家今天来陪猪猪唱歌，今天真的会唱歌，乖乖哦。首先看我伊拉塞，内部爸爸伊拉塞。店先生伊拉塞，真生大哥伊拉塞，回头比哥伊拉塞，然后长官伊拉塞，然后泽野先生午安，然后晴天伊拉塞，然后新城公安吼，大家公安大家好，然后薄荷伊拉塞，紫苑寺院伊拉塞，然后秋瓜伊拉塞，回头比哥杭吉马桑，你是前阵子应该被某位大佬盗账号了吼，杭吉马桑，你怎么没有乖乖的把棉花娃娃穿胖刺呢？他的胖刺为什么会在脸上呢？我就问他的胖刺为什么没有在该出现的地方，而是出现在脸上呢？ハンジマさん。私の声聞こえておりますか？ハンジマさん。ちゃんと言いなさいよ。ちゃんと説明して、ハンジマさん。嘿耶，いらっしゃい。宇宙大小伙伴，午安哦，左左。午安，我看一下还有谁哈？有塞爸爸有看到呢，然后建勋有看到呢，水宁宝贝有看到呢，然后马克先生也拿下来社员报道吗？午安，大家好哦，欢迎，然后不是这样，我就问杭芝麻桑，到底是就是为什么会认为是应该放在脸上呢？他怎么看就是应该是胖刺的形状吧？这个胖刺的形状为什么会放在脸上呢？这才是有够奇妙的，你知道吗？又不是疯狂假面，这样脸都被挡住了，不如套在头上。对，这样。変態画面になっちゃう。もちゃいらっしゃい，欢迎来到猪猪频道。头上戴它套不上去。既然如此，你也知道头太大套不上去，你也知道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套在头上，应该有一个非常适合它的地方，就在街边，知不？在街边，好，请你在街边遐，安尼就对啊。听有无？杭吉马桑街边听有无？街边。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该逼的台湾政治是什么？等一下哦，该逼对啊，台湾政治是什么？该边，就伫咧该边，知无？该边。等一下。对，我们推广台湾政治、台湾文化。对，我们这个只是就是学术研究的部分，一切合情合理的状况下，我们研究一下该兵。我的音讯偶尔会断讯，是不是？哦，真的吗？现在这个状况会吗？为了友军和和谐，就是。再怎么讲，我应该才是你各位的友军吧？你们真的很不会选呢。要怎么讲都是选我这边不对吗？哦，小喵喵伊拉晒啊，猪猪杂谈台特色就是偶尔说，没事，小喵喵猪猪姐姐今天真的会唱歌啦，会啦，不会就是像你们讲的什么，就是杂谈掉落那个，对，不会有那个杂谈掉落。那歌回的状况不会啦，我今天真的不会封面插旗。好啦，胯下啦，该逼的是胯下吼，该逼。等一下，
神猪蟹、神金牌，然后猪成什么啦？95H 怎么回事？还好，现在听到正常吗？也就是说，我自己这边听目前像我自己有在监听，但是我监听其实应该也不太准啊。好，所以说目前汤丸那边正常，然后基本上大家如果待会还有断讯的状况，再跟我说一下。目前很像就是宇宙大学环贝先生那边说有一些断讯的状况哈。有人选一个有形象的主播吗？我觉得我非常有形象，超有形象的。对，感谢你们选择朱迪卡中舞台陪伴你各位。对，今天这么有形象的朱迪卡，配合着文化部爸爸6个月的加码，有没有看到非常有形象的朱迪卡？后面映照着更加有形象的木下风格的有形象的朱迪卡的有形象的木下风格的明信片。非常之有形象。这个明信片已经要落入4月初。你各位有加入我们台湾话朱主员之手的，你各位主员们或者是主角们、经理人以及朱迪卡会尊爵不凡的，不妨是吧？冷不防，尊爵不凡，好，不管尊爵不凡的帮你各位填单的高阶会员哦。可以F5看看，对，所以欢迎大家。这6个月都可以把握，就是台湾话朱主员的这个会籍。对，那如果说是150元以上的会籍，基本上你们就可以不用再加入啦，但至少记得填单哦，单子就在置顶连结上面哦。你们有加入有这个权限的话，就会看得到，就是我们表单的连结这样子。对，感谢牛妈救援。好哦，不好也正常。好，你看看，什么错觉啦？然后谢谢伊拉塞大家午安哦，好，对我刚刚讲到什么了？然后虽然说想不起来我刚刚讲到什么，然后对，我跟伊藤先生讲一下，我们3月份的表单基本上就是会公开到3月31号的晚上11点59分为主，好，然后。基本上我4月1号、4月2号就会开始统整大家你各位的资料啦，就是要寄出去的资料了。那我也请伊藤先生在4月初寄出3月份的这个双面明信片，非常有形象的明信片就会在4月初寄出哦。等一下哦。好的，好，感谢伊藤先生。好，怎么办？我觉得好热。我在唱歌之前，我其实有点想要开冷气了。好热哦。大高雄工业国，像时间是3月19号，对，3月19号。妈呀，怎么这么热哦？救命！热到一个不行哎。我好犹豫要不要开冷气哦。我其实昨天睡觉的时候就有开2小时，因为真的太热了，超级热哎！而且季节交替啊，过敏族群的你各位又要开始不舒服了，对不对？过敏族群的大家真的非常的辛苦。你们北部的大家现在有在开冷气了吗？我怎么觉得感觉还是会有一些什么冷气团什么之类的。近几年的那个天气状况真的是超级不稳定哎。那冷不防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3、4月，然后还超冷的冷气团，真的是很神奇。南部像几度哦？南部今嘛几度哦？我总觉得我体感，我觉得现在有20、26哎，好热哦！我觉得啦，我觉得好热哦！我觉得我这边有26了吧，27，靠的！大高雄工业国现在27度，我的天哪！27度，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这样子看过去，这个礼拜全部都是27、27、27、27，最低21、22、21、22。救命啊！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有春天这种东西了。听说明天春分是不是？我觉得明天应该是可以改有夏至哦。明天我们真的用夏至去处理好不好？对，我们后面这张明信片是以春分为主题，对，就是为了迎接明天的春分。对，但总觉得这张明信片主题改成夏至好了，谢谢。啊，阴天还飘雨哦，我的天哪，好羡慕哦！每天打喷嚏的次数。过敏宝宝真的很辛苦，目前靠电扇啊，他们还没需要冷气出场。其实我也不是不能，可是电扇啊，我是一个不爱开电扇的猪可是因为我头发太长，开电扇我常常就是可能做事情会吃到自己头发很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电扇反而很容易感冒，所以我都不太敢吹。薄荷说阴天还飘雨，好羡慕哦。早晚温差蛮大的，真的，我早上其实也觉得蛮舒适的，但现在我完全。我现在完全是吊嘎我是天哪，秋瓜28度，有人完美演绎人气团加国民族群，是中立是阴天的，哇，那北部应该是湿湿冷冷的，家里没有开但工作场所没在关的真好真好。大台南府城好，谢谢大台南地区的大家，对，跟我果然是友军，对，现在不是春秋战国时代吗？小新老师一拉塞，小新老师我真的好热哦！春秋战国时代吗？是没有错，我怎么觉得有够热的啦？对，而且小新老师啊，他真的非常厉害哦。之后我们有会公开的那个很棒的东西，就会让大家看到小新老师的作品了。这好精美哦！小新老师，你等我，我会抽空去检查一下。但我觉得基本上。很像都没问题，我觉得对，但是我会在这个礼拜六或日快点抽空来检查一下，大家准备迎接小新老师给我们的超大礼物，真的很棒。你是开电扇吗？台中22左右北部稍降温，南部继续天哪电扇吹房间其他地方或是冷气开送风像苗栗好点人吗？好羡慕哦！头发太长真的很麻烦，这个我从裤子那边会不是他吧？我不是在讨论这部分，你这样会让我想到昨天我们选的一些怪怪的选项，例如就对抠屁股怎么了？对，搞不好那个真的就是我们长发美男的一根头发不小心掉落在屁跟屁之间，他只是想要把它拔出来。对，我认为他没有错。对，放臭屁又怎么了？对，我们巧鸟不要一直瞧，基本上我觉得都是很和谐的事情。对，九阴已拉下。然后我想了一下，明天如果有空的话啦，可以来跟大家一起选一下坏坏女生，因为昨天毕竟跟大家一起选的坏坏男生嘛，然后坏坏女生的部分我觉得明天可以一起来选。对，但是我怕因为其实我有发现那些选项有一些真的很容易造成族群对立，像昨天的选项很明显就是80%的选项都是造成族群对立的，只有一些选项是正常的。对，那其实我昨天也有看了一下坏坏女生的选项，看的也是妈呀，这个也是可能明天我要准备一个杯，你知道吗？我丢一杯啊，全欧好势，我真正不知道要怎么算好，所以就觉得选下去不晓得又会不会有一些族群对立的那个言论出现，但是我相信非常成熟的面线们应该是还就会像昨天一样很和谐，甚至就是挺有趣的吧，我在想。所以之后会一统大秦，秦王暴政，然后对秦王暴政，牛妈又在讲干话。好，是牛妈，对，我们确认过是牛妈55，没错，对，又在讲干话了。明明只是说到裤子，我哪有乱想，我只是有类似的经验，怎样？长头发就可能会不小心夹到，就不是故意的，就瞧一下啊。就说裤子口袋好几只法拉利钥匙圈，就只能一直瞧。对，就此话一出完完全全变成一项美德完完全全已经不是那种就是那个妨碍风化的问题了。原来是法拉利还有钥匙太多只，是不是？这是一项美德，是美德。对，但是明天从64题开始，64题也不是不行，但是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越前面的选项越多族群会造成族群误会的一些选项，我觉得是这样子，越到前面的是越会的。很多题目
感觉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做这个选项的人应该还颇年轻啦。我说真的，应该很像有一些细节他没有讲到，很重要的细节他没有讲到，应该还颇年轻的。我在想，我觉得有些选项加进去，其实是在让你更好选而已，真的。对啊，但是选来选去，我觉得那就是个人感管的，怎么在讲什么观感？我的中文毁掉了，就是选来选去其实也是个人观感。对，然后当然明天如果有跟大家开起来一起选的话，其实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像昨天一样一直哀嚎。对，但是到最后其实还是希望把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分享出去，就是还是希望不要造成族群对立啦。对，神愿以拉塞，欢迎啊，大概是这样子。时间来到了1:19，我要唱歌了，我不能再聊天了。对，钢管。我们这次3D showcase 就是没有办法在动捕棚加上钢管，不然其实跳钢管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兴趣的事情。如果未来真的有机会加上钢管，就是这么好动的朱迪卡一定马上骑上去。钢管只是乱输出，只是差别选项多少而已。然后乱输出之外啊，然后其实会发现前10名啦，排行榜好像大家选择的那些东西大概都差不多。嘿，其实我自己也觉得，大概很像大家选的东西，很像都差不多，只是在这前10名的选项里面，你比较重视些什么东西这样子。对，就跟之前台币2选1一样，所以其实我并没有玩过类似的20与1的这些选项的一些游戏嘛。对，因为之前台币2选1，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各有所好。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觉得还好，因为反正有很多咪朋朋也玩得很有趣，可能不差我一个。对，但是这次男生跟女生的那个，我就觉得我自己有兴趣，因为我觉得很想了解他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选项，会不会一些有很有深入值得探讨的选项。就看了一下，哇靠，80%都造成族群对立，到底要选什么选？不把的话不行，大波老师要有家室了，娘娘在旁边，我会被杀了。虽然我觉得娘娘应该不会怎么样，甚至在旁边叫好，我觉得不行，我真的是保守过度的猪，不行。我对于人夫就是要保持界限，不行。对，有家室的不行。对这个东西未来有另一半了，我还不直接骑上去，然后就是对弄死对方，但不行。好了，我到底在讲什么啦？好了，不要再不行，不能再跟你们讲干话。我要快点把我的歌单开出来。来，我们今天好好唱歌，各位兄弟们，我们今天是乖乖唱歌的时间，好不好？我们好乖，我们好棒，我们要来唱歌了。对，唱歌时间到了。好了，我先喝口水。好，而且我觉得就是从日本回来，果然就是有渐渐的回归比较有频率的开台啦，我自己也会觉得比较放心，因为每次没开台都很想念大家。就迪卡有对象吗？我就单身猪已经那种几年了，我想一下，800年，1600年，反正单身好久了。对，其实有对象也是香菜啦，怎样？香菜我老公，此生此世我只信奉香菜。对，香菜我老公怎样？没有我昨天就是在选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说，可能关于我自己的感情观，或者是那时候跟前任有一些什么 PTSD 什么之类的。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我觉得只有肌肉跟工作不会背叛我。对，我觉得可以现在在这边跟大家一起脸消微，然后在这边继续推广我想推广的东西，很幸福。现在我很幸福，别想夺走我的一切。现在我真的很幸福，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谢谢阿丽。现在我真的很幸福，我们现在就从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歌会。现在我很幸福，谢谢。香菜你老公，芋头你老婆，衣服没错，水灵真的是我的心头好。芋头不能是小妾，小妾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是
妾哦。哎，那猪脚放哪里？好了，不然猪脚你就当小妾好了。可能是凤梨葡萄干。好了，不行，凤梨葡萄干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是很可怕的生物。什么不是兔兔叫？没有吃兔兔哦。把你芋头，我跟你说，就像水灵宝贝说的，香菜我老公，芋头你是我老婆啊。说啥呢？一夫一妻制呢？我的话只是有的主动顶多跟你交的朋友，但是就像我们昨天的结尾啊，这个学姐都现身说法了，单身无敌，单身才是赢家，你各位都是赢家，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你们母胎单身真是很困扰的话，我跟你讲，你们是赢家啊！母胎单身的你各位，超级人生胜利组啊！以这个世代来讲，其实我不得不说，真的算是对，因为像这个世代说真的，人际关系真的不方便去做一个太多的协调的状况下，然后生活压力颇大，然后钱又越赚越少的状况下，单身反而是生活赢家我是这么觉得啦。那老干妈呢？老干妈哦，我是不会主动去吃啦。对啊 ，Deco 上伊拉下来，午安，好久不见阿丽吗？就像歌回吗？谢谢，对我们谢谢阿丽，对我们谢谢纳鲁湾猪脚，但是我是没错，猪脚是我本人，可是又觉得我头上的猪脚也是我的元素之一啊。Deco， 但你改名了，可是你的账号还是 Deco 嘿，我知道你是 Deco， 然后凤梨葡萄干，等一下，小喵喵，小喵喵不要对姐姐这样，姐姐毕竟我每次把东西送出去都会先试吃的。小喵喵不要这样，小喵喵不行，姐姐不行了，小喵喵这个不可以，小喵喵。可是我记得接下来应该没有小喵喵当家的月份啦，对，应该是没有了吧？我们小喵喵最乖了，不是吗？我们小喵喵当家的月份，我们小喵喵当家的月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小喵喵，对，目前应该很像还没有所谓当家的月份啦，对，所以姐姐应该暂时吃不到这么可怕的东西吧，小喵喵，是吧？我们班一堆人中最近流感很严重对，而且说到这个就是很担心大宝老师身体，他这一次真的是被病毒完完全打趴，我觉得是因为过年期间他真的太忙，对，因为他一直在扛着猪猪的那个实体专辑啦，对，他真的是太扛了。你回来听到什么？不要，やめてください，不要，要。好可怕的东西，我觉得这绝对是一场梦。我们小喵喵太调皮了，应该只是被谁盗账号了快点，猪猪姐姐，快点唱歌可是有可能其他当家会想要跟小完蛋，没有三色豆雪花酥对，所以爸爸一直吃不到的饼干，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要先唱歌了。我觉得我们该唱歌了。对，小喵喵你乖，对小喵喵你乖，我们还没到当家的月份，我们可能就对，我们要乖巧的等待当家的月份，我们再提出就是这些非常非常浓厚的台味灵感，对。学校有办歌唱比赛，打算去尝试一下吗？可以啊。我觉得任何比赛对孩子的成长都是很好的激励等一下，爸爸熊不是爸爸熊，大家工作都很忙碌的，工作很忙碌的这个状况下呢，我觉得好好的听迪卡唱歌吧。对，不要，好可怕，不要葡萄干，我要唱歌，各位亲爱的观众跟面试们，很开心在这个下午又可以看到大家。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是差不多也应该要来开启我们这次的午后歌会了呢？我的封面都说了，咱中岛来唱歌，我真的不能欺骗大家，我真的不用讲白差，我真的不用讲白差话，
那今麦就来唱歌，应该好不？Seven 爸爸为了吃饼干，加入了进去之后，发现只有吃过一次，然后再也吃不到了。真正葡萄，可是每个葡萄不都每一颗葡萄干不都是真正的葡萄做的吗？其实我真的有吃过好吃的葡萄干，它很大颗，真的好吃。可是那个成本比较贵，我在想，那成本比较高吧，所以就是不是不能吃，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接受的，很像就是那种大颗的，然后真的好吃的，对。不要说银色那个超可怕，对，只吃到2次，那想指定到你，好可怕、哦！我现在真的很幸福，谢谢大家，谢谢阿丽，可以完完全全诠释我现在的心情，来伴奏一下阿丽。那鲁啊那鲁图那鲁西。他的手掌有种粗糙的体贴，他在我需要时候出现身边，被你伤的那些崩溃眼泪，多亏他无私的奉陪。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谁都不要再提起那一段从前。有些事不面对，反而安心安全。你无权再动摇我的世界。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那天要是和你真的再见面，我不会提到最后和他的一切。面对不爱的人，我终于谅解了曾经你用葡萄干画的句点。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绿茶比较多一拉塞，我的饼干啊！身为因为爸爸的哀嚎这样，有啦，再加进来就有啦 ，Seven 爸爸有啦，现在真的有啦。现在我有了幸福，有人照顾，应该知足。你不像他，从不让我哭。可是我越想投入，越是生疏，抱得再紧，依旧止不住那流失的温度。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现在我不停忙碌，不断让步，想看清楚。你不像他，把我当成全部。可是爱有时善良，有时残酷，我要如何爱他像爱你那样义无反顾？谢谢大家。
没错，刚刚那一秒我就是又被自动播放攻击了，对，而且是一首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来唱的歌，结果它还真的出现了。好，我们大家可以直接来唱。绿茶比较多，伊拉塞，然后看一下哦，本台不是我唱歌了，这是大哥，自制葡萄干吗？啊，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哦，因为我小时候不爱吃葡萄干嘛，但是我爱吃一种，它是用那个比较白葡萄做的，就是那个青葡萄，然后它有撒那个咸咸的干梅粉嘛，那个我就可以，那个我就觉得那个很好吃，对，那个就完全没问题，是不是就只插在粉上面啊？因为其实不是说讨厌那个对，我就是不喜欢葡萄干的加工味，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就是没有吃到好吃葡萄干，所以一直对葡萄干的印象就是留在它就是个加工味，它不是葡萄。对不起，因为我很爱吃葡萄本人，葡萄本人很棒，多铁质，很棒。对，葡萄本人真的很棒，但是葡萄干它是不一样的东西啊。YF 伊拉下哦，知道我最近可能比较忙，但是我觉得受公司青睐是好事情呢，恭喜哈，YF 先生有空再来就好，没关系。就像葡萄干可以吃幸福到想哭，你们可以不要再脑补了吗？哦，郑勋好 ，OK， 拜拜，上班加油。好，蓝风暴午安，他要上台报告，好 ，Tico 加油加油。那我没吃过那种葡萄干，我觉得小时候吃那种咸葡萄干，我就会露出笑容。对，然后自动播放的空气没错，对，那也是一种葡萄干吗？这是一个好问题耶，雪玲，不想把葡萄干加在面包里哦。对，成群结队，而且台湾很爱把葡萄干加进奶酥面包，奶酥知道吗？那个奶酥面包，所以我小时候对于奶酥面包这4个字，我都哎呦，就觉得它跟葡萄干是友军，我不要买。对，就对，不晓得为什么奶酥一定要加葡萄干，到底是怎么了？因为纯粹的水果加梅粉的那种嘛。所以你们没有吃过咸葡萄干吗？那个很好吃哎。小喵喵，我已经即将要收到，听说是5盒那个银色的那个什么葡萄干了，我已经把皮皮抓。哦，的确啦，就是我觉得可能真的有分等级啦，就是可能成本不是那么高的状况下做出来，可能比较多加工味。才不要说公司青睐哦，不要让公司亲一个吗？好啦，但是我觉得也是公司赏识你啦。对，葡萄干加在面包里，帮他说那种被污染哦，叫爸爸过来订阅豚足鸡，快点！我现在对 give me five 一下，爸爸在哪里？对，我现在一定要逼他订阅豚足鸡，然后对开放只让爸爸点歌，对，只可以让爸爸点，但是不要点一些太下巴的歌，我不会唱。好，开玩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葡萄干吐司就算了，因为葡萄干吐司它就是很明显，上面说它就是葡萄干吐司。可是今天奶酥面包，他都已经说它是奶酥面包了，他没有告诉我它里面有加葡萄干，我就觉得很生气，我就觉得标题诈欺。从小我就觉得奶酥面包这4个字的东西不能碰，很可怕，对，会后悔。我今年有演唱会，大家带宝不要，我还不是气死我！你们如果真的又有什么类似 B Stage 什么演唱会，我不止把你们揍到整个不能自己，我直接把你们折断，跟你们讲不准送葡萄干。我该是那种，对啊，可是我本身没有办法吃，就是大家所谓的什么3叶牌嘛。可是我很喜欢吃，就是咸葡萄干啦，有加干梅粉的那个，就那个就可以，对，那个就真的很好吃啊，不是。我们要跟你们聊葡萄干，好可怕！我们继续唱歌。虽然说自动播放帮我选了10支梅，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趁着现在的心情，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葡萄干好吗？这个很重要。我们随着阿令的歌曲，忘却那个可怕的味道。虽然说我觉得我即将要收到了，好可怕。完蛋了，接下来几个月我忘也忘不了，我趁现在忘记一下，请让我忘一下，谢谢。好可怕，我谢谢你啊，趴趴熊 AKA 福利熊，我谢你啊。葡萄干几个？对，绝对不要再说了。
荷，那你要女装来见我吗？薄荷，我好期待哦，女装哎，哇，谢谢薄荷要女装了，谢谢。来呀，互相伤害呀，气死我！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在等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对，小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吧？那个杂货店会一包一包的，对，没有错。当我走在去过的每个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找不到理由忘记大雨里的别离，我找不到理由放弃我等你的决心。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更清晰，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我想你。好热哦，谢谢。而且我们的自动播放又跳到了烈酒女团坏的好人自动播放很会呢，都已经完全知道我的心头好哎。对，可是我们还没有要唱坏的好人，虽然说之前你各位坏的好人的那些抖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对，感谢你各位之前充当坏的好人，对，抖内了非常非常多莫名其妙坏的好人的内容，我至今还非常非常怀念圆妥那位先生，他的草长回去了没有？圆妥，真的，我觉得现代人生活压力山大，
就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讲干话。对，特别欢迎抖内讲干话，形成一个健康的金流，支持你的推。坏掉的人。小朋友们，你最近是不是交了那个性面明线的朋友？然后他们教你怎么打出那种奇奇怪怪的文字。对，你要小心性面明线的哥哥们，他们其实看上去都很和善。对，然后看上去不得不说他们很帅气。对，只是他们切开来是什么颜色，这我不好说。所以只要遇到性面明线的哥哥们，小心一点。他们都乖乖的。接下来我想要唱这首歌。真的好热哦！我不晓得能不能撑到最后不开冷气，但是但像满身大汗，我觉得我冷气开下去马上又会感冒哦。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微妙，却不是爱情。挚友。随着想当星辰，却像路灯，多爱一个人，切忌爱得太深。酒后传的讯息，你别当真。我总感情用事，忘了不可能，也委屈你长期容忍，但我们之间该用什么相称？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你才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触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有夜香搪塞。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等。绿色包装什么东西绿色包装乖乖嘛？什么哥哥们讲话很实在，他们很坏，都是坏的好人。你真诚心对待的人，辗转找到我，劝我别再伤神。其实我真不想一一询问，从此默不出声，是我的责任。我们不说破的关系很微妙，却不是爱情，容许这种维系，是我不够真情。一再追问何其愚笨，我也清楚你是怎样的人。荡起回忆
强，又能如何？我最不应该害你受困，进退不得。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却不是爱情，拥有无数交集，要丢弃太可惜。我演得很真不诚恳，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没人不羡慕的关系，只是没结局的续集。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去不到的恋人，化身只有夜深淌色。你明知道我不会等到，却放任我瘴气回肠，那是什么鬼？然后我们人形哥哥武谦老师出现，武谦老师，你回台湾了吗？你那个槟榔造型点心要吃了吗？你该吃了，我觉得我该记了。对，武谦老师的槟榔造型乖乖，不是。你们知道吗？我这次做乖乖，在做那个劲爆总裁的蛋糕的时候，我真的有在想说，我是不是去买那个乖乖？因为乖乖它也是椭圆形的啊，然后也白白的嘛，不算白啦，就是浅色系的，然后包上香菜，一样可以伪装成槟榔啊。那我觉得它的形状就跟我的芋头已经相似了，就大小都相似了。我要更大的，我要大的 ，big， ogi。我就突然想到了玛瑙啊，不是玛瑙，那个叫米老。当然最后我选了杏仁老。你们吃过吗？就是算是台湾很传统的点心啊。老，它叫做老，一个米，一个脑公的脑，对，老，它就叫做老。然后上面裹满芝麻，就叫玛瑙，就叫玛瑙，米字的老。如果上面裹满杏仁，就叫杏仁老。如果上面裹满了米汤的米，就叫米老。对不起，大哥，吃太饱。对，胀气回肠。好，我姜老师回来了，那我可以寄出去了。胀气回肠，你们可以吃一点益生菌啦。而且胀气的部分，我真的很推荐。市面上我不晓得有没有在卖，对，但是我在算是医疗圈，说医疗圈很奇怪。护理师的专业姐妹群，他们都一致推荐妙丽散这个东西，好不好？对，就是前阵子我自己好像感觉也中招了，我以为是诺罗，吓死我，但是很像也没有这么严重，因为之前中了诺罗真的是疯狂上吐下泻，但这次我觉得只是单纯的肠胃型感冒，我就快点塞那个妙丽散，真的是狂塞哦，我就塞个1天没事了那真的是仙丹他真的感觉像卖药的啊！刷到来，来继续来讲胸口是干那妙丽散妙丽散来。我们现在只差 BGM 那个拿卡西有没有？好吃很好吃，不好吃的就超难吃。对，所以其实我也是小时候不爱吃，因为小时候我觉得我都吃到那些不好吃的，例如可能葡萄干跟玛瑙，我觉得可能因为吃到不好吃的。对，谢谢杭子玛莎。对，对，就是那个老，是那个老吗？是草字头的老，不是米字头，不是我在讲什么？不是米字旁的老，是草字头的老，是不是？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吃到不好吃的老，所以我都觉得这些传统点心不好吃。直到我去年的过年，我有实际去北港的那个叫什么老街，去那边走一走，然后他们在那边一整排有很多店家都在现场制作那个老，对，迪卡的大佬。是米老的老，你各位大佬都应该吃米老，不是我要讲的不是这个东西，对不起，等一下，为什么有葛莱多芬啦？对，妙丽散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对，然后
嘿，肠胃的部分啦，对，如果你在哪一天肠胃出事情，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仙丹，对，然后。因为在那个老街就是现榨，然后现裹那个榨完之后，然后就现裹那个麦芽糖，麦芽糖现裹完之后，然后就马上再现裹那个可能是杏仁啊，或者是碧胖的那个米啊，或者是那个芝麻，哦，那个超好吃，那个现吃真的完全改观，所以我真的觉得大佬的佬应该是马老的老，因为真的很好吃。不是我不是想说想吃你们，我只是想说，就同样是老。对，但是我就觉得刚好你各位都是大佬，应该吃吃看现做的米老，就这样子。马老对，好吃的真的很好吃哦。这位是 Robin 桑吗？伊拉塞，对，现场制作的老真的很棒，你各位大佬们应该可以去亲自过去品尝一下现场制作的老，真的很好吃。所以老街喝起，等一下。为什么你们都觉得我会去吃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就是米字旁没错了吼。青花汤我还真的不敢喝现果什么啦？哦，哪条老街是不是很像是北港老街？然后里面的确是有一间庙，应该是，所以北港老街走进去的那个，它应该也是妈祖庙。因为我那天来匆匆去匆匆，我原本想进去拜一下，但是我姐妹她就约我去吃，其中有一间的那什么蚵仔煎，所以我就很紧张的，就我想要现场吃那个老，我就把时间都浪费在就是看他制作那个老，对，然后那个制作那个老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说对不起，我可以现吃吗？哦，他因为通常客人说要现吃，我不知道是多还是少，但是我看着就想现吃嘛，我就一直在那边看，然后等到他裹上那个芝麻的时候，我就说喂当贝，当很假不？然后陶给的公会使啊，然后吃完那个老，我就一口吃下去，我刚喝假，陶给鸡要刚喝假，对，然后对他获得了很满满的情绪价值，卖给了这个奇怪的妹妹之后，我就快点下一秒，快点赶到就是对面的蚵仔煎吃一吃，可能我们就要散了，因为那天晚上也赶着要回家干嘛这样子，对，因为毕竟我家在南部，不是在中部。来来宾伊拉夏好久不见了，对，字还打不出来，没错。裹个海味叫什么？AB 天哪！裹个海味叫 AB， 然后樱花虾裹上去叫虾老，叫海老，没错。然后那个成本贵5成吧，哇，像海鲜站越贵啊！纯果花生版的也很好吃。总之，不管是裹什么，那个现榨然后现裹的那个就真的是很好吃，对，很好吃。对，北港就应该是朝天宫那边。对，今天家里不能吃吗？为什么？现榨的真的有够好吃基隆夜市有家专门卖这个的吗？好，基隆夜市不得不说之前啦，在画图社畜时代的那个时候的猪很常去吃，对，因为就家人在那边，然后他们就常常会带我去，可是他们都会去，可能当地人才会去的摊贩啦，对，但是我觉得身为观光客的我，其实每一摊都想试看看，可是他们就没有带我去吃那个什么所谓的老，然后他们都会带我去吃一些比较他们基隆人比较喜欢的，例如他们不吃李亚口，他们对李亚口嗤之以鼻。李亚口你知道是什么吗？李亚口就是基隆很有名的糕饼店，对，他们都带我去吃另外一家。但是连真的芋头球，他们知道我爱吃芋头，所以一定会买给我吃。对，果满3600，果满3600、3800、3200，那叫大佬，没错。我们家大佬每个都非常的老，应该要吃吃看现做的老，就是这样子。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加油啊！那这样好了，武谦老师，你偷偷躲起来吃，吃一吃再出现。我最喜欢做这种事情了，因为屯妈就是她都。因为从小他就会限制我不要吃糖，也不要吃零食，更不要说珍珠奶茶，我都偷偷的喝一喝再回家，还趾高气扬的讲，我就偷偷喝完才回家，然后不能让妈妈担心，因为我是好小孩，我不能让她担心，我也不能留下破绽，所以我垃圾也在丢在外面，但是我不会乱丢，我会丢在那个可以丢垃圾的地方，对。有机会回来吃吗？李亚口好，我不知道基隆的乡民觉得如何，但是我自己本身因为基隆那边的亲戚家人，他们都觉得不要买李亚口，可是我真的觉得不难吃啦，对，就觉得糕饼来讲已经是很厉害的程度了，对，有见就知道了。
其实尤其也知道我会在外面乱偷吃，但是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我妈可能在看是可能妈妈知道偷偷来更好，所以才限制啊。这个禁忌的这个味蕾更加的第二逼是吗？我们的第二逼台语专辑的实体盘现正筹备中。对，如果禁忌的味道更加的第二逼的话，你各位，那我们像这个禁忌的这个第二逼的这个台语专辑，我们是不是要偷偷筹备，不要让你们知道这个禁忌的第二逼的味道对不起，你们可以不要我讲奇怪的话吗？我觉得我该唱歌了，我觉得我该唱歌了。过年长辈都会准备这讲句话给屯妈看，其实尤其用这道支开猪餐都在家吃嘛。我真的其实我妈也很可爱。我有时候真的不想骗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想藏的时候，我就真的会带回家。我想说被念就被念，因为妈妈她也只是出自好意，要我就是不要吃这些垃圾食物。但是她有时候会很可爱哦。我带咸酥鸡排或者是蒸奶回家好了。哎呦，你哪个在讲这的？我连几嘴，你要我吃一口，你知道？要不然就是我拎着那个鸡排或者是咸酥鸡，我那皮的刚收给皮啦，你刚才讲刚收给，然后我就傻笑嘛，继续吃，我叫几嘴。然后有时候我都觉得，就是这个举动其实挺可爱的，对，无糖的我自己会去泡 David Day 啦，我自己会当冲那 David Day 有无？对，你好，我吃一点，可是他就用很傲娇的方式，我吃看买呀然后最好笑是怎样？吃了一口，那叫油啦，无就是那珍珠奶茶淋一嘴，那叫甜啦，我搁淋一嘴。你吃下去，你给我鹅了就算了，没鹅了，各好人气响，你刚才，我就觉得长辈其实。都无烫心肝真的嘴无烫心肝。我们家妈妈有时候会这样子，就觉得很好笑。妈妈第一口都是半杯，等一下，如果是的话，我觉得应该算皆大欢喜啦。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喝得蛮开心的，直接吃完。我懂，因为喜欢吃这类的东西的人，他们真的控制不住。就像我自己在之前重训以前，或者是戒糖戒油之前，那些东西吃下去真的叽里感那里呢，一发不可收拾，没像早。不攒攒，就是你不会去有所限制啦，对，所以那个完全懂呢。怎么买这家啊？应该买香口的，会三哥，我跟你讲，他曾经讲过这类似这些的话，可是他真的也不会主动去买啊，你知道吗？就很好笑。你好，我吃一点，这些不健康，妈妈我帮你吃完。我吸一口，你就少吃，我为了你的健康，对。亚洲家长，我都是为了你好啊！再给我吃一口，这样就只能说很可爱了。怎么会跟他聊到这个？我现在怎么只唱3首歌就已经2点了？你们是谁盗我账号骗我聊天？我不能再聊天了，我快点要唱歌，快点，我们要来唱歌。接下来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适合唱歌的下午，对。就不知不觉怎么又聊起来了？不可以骗我唱歌！你们这群坏男生！我看一下，好多歌可以，唱，要唱什么？我这首歌之前狂练，但是现在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因为有一阵子没唱了。好，我们来唱看看。好一阵子没唱了我觉得翻就翻吧，先打预防针，翻了也无所谓了。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
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却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却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最多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直接去北港吃现炸的米老？哦耶！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知道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喜欢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得牺牲，只想过得安稳。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你不管有没有用，你都要去吃吃看现做的玛瑙，知道吗？好吃。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听见期盼，却不曾看到未来。我知道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委屈时只敢这样喃喃自语。一下来里来塞，因讲我是无路用的少年花啊，少年人，少年呢。
底下的杂谈就卤各式风味的佐料，这样充满米香的米果哦，夹在中间有这么好吃吗？谢谢马克先生。我愧对父母，等一下 ，Super 爸爸那熊熊蛋呢？是发生什么代志咯？等一下，你们刚刚在讲什么啦？我看一下，所以他在明示你赶紧卖给他吃。好了，我等你下晡，咱家结束了，去买一下姜酥鸡哦，好好来到店来加一个。但是再买以前一定会被念，然后买了以后一定他会偷吃一口，然后吃一口之后又嫌弃，之后然后再吃一口，你们信不信？可爱。最后说杂谈台不会送几首歌，我们今天又掉落了对，我们今天杂谈台又掉落1、2、3、4又掉落4首歌，这样不是，我们今天真的是歌回，对，歌真的很重要，歌们对，歌杂谈就像马老婆在歌里，所以我的歌回是我的老，对，我的歌回是我的老，我的杂就如同麻或者是杏仁之类的嘛，很好，很棒的形容。随便啦，都给你们讲啦。好想到中年还是没有，不是，我不觉得你们没用，但是我觉得5000老师想要讲这样，不是你对也不对，你没有很没用，对中年的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没用？不对也不对，到底怎么回事？不是，我不是没用年轻，我是没用中年人，你们可以大家不要这样子吗？都不知道这个陈忠是你，大娃，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不要这样。我觉得我们可能转换一下气氛，好不好？对我们大家太入戏了。好，王一福先生，谢谢过来跟大家一起冷笑话哈。这边好多没用的人觉得好心，对不起，三哥，你那个会让我以为是拍你当搞笑郎。我想讲的是这个少年的安娜。5000老师，我觉得你真的对于转念这件事情非常的擅长，对，这不愧是命理老师，常常要安抚很多就是无助彷徨的一些信众。对，我们命理老师转念的方式只能说很干话，但是不得不说很实用，好不好？对，我们都对也都错啊，都对也都错，好久没有唱了，我还记不记得啊？都对也都错。哇，我真的很久没唱了我们烈酒女团的妹呀，都对也都错，看一下如果大家翻车的话，就翻了哦。怎么唱去？我们就到这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问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期满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谎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注意阵风，相对流行说实话，想要证明手中并不会及时，试着赶都赶不走，再痛都不无所动，想要挑战永久，绝对能永久。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左手抚摸着痛楚，右手成为了礼物。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以为走上了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我们就到这，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问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期满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不就想过，曾经我们也快
出一阵火，想对流星说什么？想要证明稍纵并不会及时，试着赶都赶不走，再痛都不为所动。想要挑战永久，绝对能永久。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做是父母的痛楚，有时成为了礼物。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因为走向了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犯错，这是抚摸着痛楚，有时成为了领悟。我们都对也都错，都不想认错，因为走向了幸福，瞬间停下了脚步。然后我就这样唱完了。然后其实我刚刚才发现这应该是男 key 哎，好低哦，好低的吧？阿妹的歌唱完了，那是这等一下，怎么这样自动播放啊？君の顔に昔よりシワが増えてもそれでもいいんだ。僕が来たを思うように弾けなくなっても心の歌は君で溢れているよ。高い声もなさずに思い通り歌えない。それでも懐きながら一緒に歌ってくれるかな。連泊拍手も響き渡る歓声もいらない。君だけ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誰夢が叶ったのもないバカ見つからないよ。誰夢が叶ったの愛してる。たった一人のたった一人の幸せ味わってるんだよ。今日がメンディングショーで周りピンピンの甘酸っぱいデザートを食べるの。やばなんだブルブルブル気がいくような言葉いらない。素晴らしい特別もいらない。ただずっとそばに置いていてよ。僕の思いは年を取ると増えていくばっかだ。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ね誰に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見つからないよ。誰に夢が叶ったの愛が溢れてゆく。救命啊！怎么突然跳出这首歌啊？完全忘记了。刚刚我都一个妹啊，都一个妹啊！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动播放，我现在真的没办法，救命！自动播放完全没有办法关掉哎。君が僕を忘れてしまってもちょっと辛いけどそれでもいいから僕より先にどこあったたた旅立つことは絶対許さないから。生まれ変わったとしても出会い方がさえあっても僕あったた恋するんだよ。僕の心は君にいつも片思い。好きだ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誰夢还想拍た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誰夢が叶ったのね誰が意してる早知道不要唱了，狂翻车。
不要，我不要再什么舅舅不是逼，说那个やめとこう，やめなさい，やめとこう，没有，不要再自动播放了。我的歌回我自己决定。翻车现场，而且很大型。哎，片思いでした。妹の片思いでした。熟悉的啊，就可以拉下来。好。我爸看我不结婚不生小孩，就讲我没用，但是我看我弟好辛苦，就觉得没有。其实我觉得对啊，因为现在这个世代吼结婚生子的大家真的辛苦，除非你们家有矿啊，除非你们家就像 Saber 爸爸一样家有矿，要不然不要轻易投入，真的很辛苦。对，所以抹茶你是人生胜利者，直接连唱。对，又是一个被自动播放控制的猪，好不好？好滴，对，好滴。思い拉塞，好爱听，一直听。当初练的快要升天的魔王歌，然后现在哇斯卡蒂哇斯雷加达哟，怎么求求？やめて，その空耳やめて，舅舅不是 B， 对，我的舅舅不是 B， 对，我的舅舅不是 B， 好不好？舅舅不是 B。でもエメの歌だよね。舅舅結びだよ。聞いたことある？舅舅，好，那首歌完蛋了，回不去了。好，从今而后那首歌就叫做《舅舅不是 B》。对，我的舅舅真的不是 B。我们这个朱氏家族当 B 的就只有朱迪卡，谢谢。舅舅不是 B。好啦，下一首。来，我觉得好一个下午啊，随便挑随便选我们的歌。舅舅不是 B， 对，完全回不去了。三个ウケる，真不愧是三哥，你知道吗？三哥其实干话讲起来真的也都不遑多让我们三个不是不会讲干话，我们一讲哇靠不得了，根本干话王。好啦，我觉得我要好像很久没有唱这首歌了。哇，当初练个半死，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唱。等一下哦，好怀念哦，回忆杀整个跑出来，炙烧的爱齁。有一首回不去的歌，对，舅舅不是 B。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版本能不能唱。好，应该是 OK 了。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But oh, feels so like everything is falling and that's all。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笑着却等待。我的心，你的心，已没有交集。我看着你手水里，嘴角毫无笑意。为什么我要这样欺骗自己？说什么你当初还是那个你？我已经没有分辨名利的能力，
只能用力吻着你，想要身体留着你把答案。It's all I can see is falling and down， 这样的痛你懂不懂？我看着你，可我心里却空无一人。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盲目的等待。你看着我，却看不出来我在自焚。你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挚爱。这简单。对不起，我的嘴角忍不住发出了笑意，都是因为那个牛妈说什么蛋疼，然后那个蛋疼完完全全已经又回不去了，又是回不去的一首歌哦，救命啊！我已经没有一首可以好好唱的歌了，完全没有哎。我唱歌唱的有够烂的，救命！退色的乱情好，等下咱就来唱这首歌，退色的乱情。我完蛋了，谁都不会说干话，你好意思讲？九九不是 B， 那九九的听着算是一种 B， 我觉得是。啊，对不起，我觉得我要冷静一下。邓先生，丁先生认定的天籁，可能我觉得超乎常人。我觉得我刚才有歌真的唱得很烂，对不起。对，你看不出来我在吃饭，超烦。牛妈，你不是在忙吗？都不能偷偷讲坏话呢。对呀，先蛋疼，然后就要去剪，什么好训啊？下一首接头有给。对，被玩坏的歌太多首了。兄弟啊，完全，虽然说这些歌对你们而言完全没杀伤力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呈现我的天籁，或许就在这首歌当中，应该 maybe 或许可能。这些乱讲。献给你各位所谓的天籁是吗？爽啦！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多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你茫人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褪色的恋情，这般的天籁，你们还喜欢吗？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多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
谢咱选股大哥在咧退休乱情，吼，在这首歌咧唱的时阵，来加入咱台湾话地主仪的这个会籍咯。会员怎么讲？会仪咯，对，会籍是什么？感谢咱的选股大哥哦，真正是天籁，有无？过去的恋情已经变甲冷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退烧的恋情？谢谢大家，汇钱，选股大哥，我看一下会，让那大家之一是谁你哪讲啊？组员嘛，周颖应该是组员，周颖应该这样讲吧。对，谢谢水果大哥的支持。对，我们现在150块会籍，记得填单，水果大哥记得填单。你现在加入之后，在我们置顶的连结上面就会有一个表单的部分，您就看得到了。对，因为那个是有权限的，150块以上的会员们都看得到。那如果刚好你是我们家绿界大佬，不用担心，你看不到也无所谓，因为朱蒂卡帮你填。周完呐，周完呐。是周完呢，不是周怡。我讲唔对啦，是周完，是台湾话周完才会对啦，歹势啦。谢谢，对我最喜欢跟大家一起学习台语的周完呐，直接是周完才对啦吼。辛苦大哥，感谢你的支持。周完员工完工对呢，完工。我跟你们讲，我在学日文的时候也一样，我会这个单字之后，但是我跳到另外一个单字，我就会整个宕机，然后我要想到这个单字它前面怎么念，或者后面那个字怎么念，我才兜得起来。对，我的头脑真的是超级单核心。对，此缘非彼缘，看不到，只是75的主角吗？专员，我记得咱75块是专员的，我们75块钱是专员，然后我记得组长不是300块吗？还是正好又讲干话了，好了，圆圆的好可爱，好不好？三声汤圆好吃啊！周音要稍微低音一点点。周完，台湾话周完这样子吗？周完这样子吗？周完，对不起，我这样宕机了。等一下，我去看一下台路哦。等一下哦，主人的台语，周完，大家周完，所以我念错吗？谢谢师傅大哥，感谢。对，线上刚好有那个选股老师可以做校正，太好了，谢谢你们。那刚刚那一班非常文化非常浓厚台味的天籁，我们再来下一首。我觉得不是，我突然觉得我们家面试们其实就是大家因为都是成熟的熟男，其实我每次看你们在讲干话，我自己都觉得很舒压周完，谢谢，对，我刚刚又查到了周完，谢谢生活大哥。下一首歌也是被你各位玩坏的，你们看看到底我有哪一首歌可以好好的唱？来，我们今天就挑一些就是被你们玩坏的歌来唱好了。你们
起，我接不上，再一次啊！啥人啊？忘记了，做眠梦，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啥人啊？我太久没唱了，我真的忘记了，玩坏了。若是甘愿看破，较痛的心也会麻痹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彼了长烂去的石头，彼啊干去的海水，请你拢总摕转去。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彼丛变色的花蕊，彼甲转去的手指，请你拢总摕转去。啥人啊？搁袂记记啊？只是天光了后，较水的梦也会醒。啥人捌有痴情吗？啊！若是甘愿看破，较痛的心也会麻痹啊。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彼啊烂去的石头，彼啊干去的海水，请你拢总摕转去。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彼丛变色的花蕊，彼甲转去的手指，摩擦你 get 到请摕转去。当初这首歌就被玩成没钱人了，你知道吗？每次开出来都没有办法好好唱完它，到现在我完全忘了怎么唱了。无情的人啊，无情人，请你离开。无情人，无情的人，请你离开。彼了烂去的石头，彼啊干去的海水，请你拢总摕转去。无情人，无情人，请你离开。彼丛变色的花蕊，彼甲转去的手指，请你拢总摕转去。不要，你们都不要走，那个是牛妈，都是牛妈害的。牛妈，真的都是牛妈，这个锅是牛妈，真的是牛妈，她现在在装忙，她一定有听到，都是牛妈，对，牛妈说的，没钱人，你们不可以走，不可以乱走，都不是我的锅，那个是牛妈，又是牛妈，没错，又是那个牛妈，就是那个最美的牛妈。台中人，你们的主题曲。
中这首歌一定爱听好详细。青金海峡东景色啊，上の初の夜行電車降りた時から青森駅は雪の中、北へ帰る人の胸は誰も無口で、海鳴りだけを聞いている。私も一人連絡船に乗り、凍えそうなカモメ見つめ泣いていました。津軽海峡冬景色。没错，青金海峡东景色，冬瓜面好吃，消波块之歌，没错。马克先生不要走，不是啊，没钱人不是牛妈说的吗？我怎么什么都想成是牛妈，完蛋了，变成牛妈的形状，假钻石。ご覧あれが脱皮岬北の初デート、見知らぬ人は指をさす、生きて曇る窓のガラス拭いてみたけど、遥かに霞見えるだけ。さよならあなた、私は帰ります。風の音が胸をよするだけとばかりに、津軽海峡冬景色。さよならあなた、私は帰ります。風の音が胸をよするだけとばかりに、津軽海峡冬景色。我们这个学姐提出了一个很棒的问题，明明这首歌是日本非常著名的演歌《つなぐ海峡冬景色》，金青海峡东景色，的确是完完全全没有问题，而且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等一下，等一下，大家梦斗，等一下，不要，先不要，等我一下，我还没有介绍完，好不好？你们想跳痛也等我介绍完，可以吗？先等一下，先等一下。然后我讲到哪里了？然后哪一天我就嘴瓢，因为我很容易把字看相反。他说好，下一首是青金海峡东景色。然后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很像在讨论说，在台湾的中部，不晓得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就是被消失事件。然后海线的话就会变成消波块，山线的话就会被掩埋。然后住在台中的某位大大还说要走就要走山线，比较没有摄影机。对，然后在那一天在讨论到这个有点惊悚的话题的那个时候，这首歌对下了这首歌之后，我一下子转不过来就说好，总之呢好可怕的话题，我们快点来下一首青金海峡东景色吧。然后不晓得为什么就变成台中人的主题曲。对，海线第一排好景色，超可怕的。我也是其实这一年我才真的发现
对，台中以北真的常会有一些奇怪的被消失事件，我觉得对我真的就突然觉得很可怕。谢谢大家，我什么都没有讲，不要笑死我，就这样子。对，小女子现在发出了不自杀声明。对，我只是跟着我家面线，非常奉公守法的安安稳稳的经营笔记本这条路，他们都是我的骄傲，我也不想失去他们。然而思思，谢谢你的3枪。等一下，我要讲什么？我的3枪没有开始是？真的耶，我今天3枪很像。哦，谢谢思思。总之，我非常的奉公守法，我不会突然的消失。哪一天我要是突然消失的话，一定有事情，你们要帮我查出来，知道吗？谢谢。等一下，谢谢，我先把那个3枪的语音打开。谢谢思思的抖内。我今天怎么会忘记开那个3枪啊？等我一下吼，你们等我一下哦。下一首那个超时空要塞已经快要爆出来了，对，不安于世的超时空要塞。感谢 Kevin 思思豆内给 Dika 屯足迹了100元，给猪猪有一点小心意。谢谢你的有一点小心意，好可爱哦！谢谢 Kevin 思思，刚温刚下多啦，收到了这个一点小心意。对，我希望我未来还可以收到你们很多很多的小心意，不要就这样子突然被消失。竹子要小心不？我就是以前知道的不多，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有这么可怕的事情，直到我今年开始有去察觉一些东西之后，然后就发现很像不太对，搞得我现在都不太敢去台中以北的县市。我想留下3片小菜，可是万一被吃掉了怎么办？毕竟它真的是台湾最美丽的花，我实在是难保，万一就是刚好对方也爱吃香菜，不就完蛋了？完完全全查不出来。嘿，大家打电话报中吼，南无阿弥陀佛。好，谢谢大家。总之，对，奉公守法朱迪卡哪一天突然消失了，没台可以开了，突然消失了，请一定要帮我查出来，知道吗？谢谢大家。ダイヤモンドグレバス行きましょう。何度だって自分に無情に言い聞かせて手を振るのは優しさだよね今強さが欲しいあなたに出会いスターが輝いて確か生まれて愛すればこそ愛あればこそ希望のな奇跡も待ってどうなるの涙に滲む星の瞬きは
忘れないよあなたのぬくもりもその優しさもすべて包んでくれた両手もIt's so long goodbye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愛しい人あなたがいたから歩いてこれた一人なんかじゃなかったよね今答えが欲しい燃えるようなるせ捕まえて火を灯して愛していたい愛されてたい冷えた体一つで世界はどうなるのあり続けてた虚勢が溶けてくのもどうしてなの涙ぶれて止められないあなたに出会いした輝いて私が生まれて愛すればこそ愛あればこそ希望のなき奇跡も待ってどうなるの涙に滲む星の瞬きをあるならその時もきっと私を見つけ出して本当のと話さないで捕まえてて一人じゃないとささやいてほしいからね谢谢大家。大亚蒙的克雷巴斯，这超时空要塞的歌曲啊！我还没有要吃晚餐，你不要再自动播放了，救命！我还没有吃晚餐啦，不要这样子。对，好，我先喝口水。对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掉楼机。好啦，这个话题可能就大大顺过去吧，因为真的很可怕。不是胡说八道，又来胡说八道了。好，猪猪今天好像还没唱到自己的原创曲，对吧？我觉得我们开几首来唱唱自己的原创曲啊，来。而且我今天讲话其实有刻意，就是压低我自己的音量，因为我担心又太激动，跟你们聊就是太嗨，然后等下唱歌又不行了，对，所以我今天我要今天努力压抑自己想讲干话的心情，我要把声音放在唱歌。来，我们来，每一次歌会一定要唱唱自己的原创曲。好，
我们的这张专辑实体专辑基本上没有意外的话啦，我觉得大概4月初就会有机会给大家做一个实体专辑的预购咯。对，但是实际面我可能跟大宝师讨论一下，再看说要什么时候再确定，再好好的跟大家公开一下。对，也等大宝老师身体比较 OK 的时候。对，然后总之就是很开心可以做出这张原创曲，我即使到现在还是觉得很神奇啦，真的做出了所谓的自己的专辑。我觉得还蛮没有实感的诶，所谓实感就是觉得我真的出了一张专辑了，救命啊，真的出了一张专辑了。对，但是我觉得可能生活太过忙碌，所以就觉得就是出了一张专辑，但是好像没有特别觉得非常厉害还怎么样。当然我觉得里面的团队的大家都非常的厉害，对，只是可能就是太过忙碌，一直都觉得说可能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太多东西要学，如果真的运气不错，可能还有下一张甚至第3张什么的，我一直在思考说我是不是可以自行创作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总觉得大家都比我厉害的状况下，我觉得我也不能一直这么依赖大家，我应该也是要赶上去一些东西这样子。对。我知道杂谈很好啊，所以我们刚刚又杂谈完了，来祝三牛牛，祝三牛牛起来。我们台湾生育率好像又创新低了吼。对，我不好说这首歌来促进一下台湾生育率，因为现在生小孩真的是大人痛苦，小孩也痛苦的状况下，我只能说祝生娘娘请保佑已经出生的这些孩子们吧。对，至于台湾生育率什么的，对 KPI 什么的就直接删除掉，对，不需要了。我觉得就现在出生的孩子们，希望都可以获得很健康、很健全的照顾。我觉得这样就好了。没有到第3章了，我只是在想啦。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冷，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一家有希望，越路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祝生牛牛，请你祝福。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谁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讲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
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伺候，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光开，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起叫我摇唱声。亲像我安尼，人工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我都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你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甲咱伺候，缘分来到你我之间，像相他心思乱，为相相无因自正，藏一寡囝拢饲养者，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光。后红，搁兄一领配相换。自细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感谢我们大师兄的干了，感谢会来个的迪卡表的，我是你最台的 VTuber 迪卡特 Joki， 谢谢大师兄的降落，谢谢我们16小公举的下落，没有错，一定是先杯啦，水啦，欢迎来到迪卡表的，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特 Joki， 欢迎降落到猪猪的频道，我是台湾 VTuber 迪卡特猪鸡，致力于推广台湾文化以及很多很多的台语歌曲，以及很喜欢跟大家聊台湾美食的一只猪猪。虽然说我自认我的台语可能讲的不是很好，但是我想努力的在追上你各位学者们、各位老师们，啪叽啪叽啪叽，谢谢你们的降落。他都一句歌叫做祝生生生生生生，让它生让它生让它生，对，就是那个让它生，祝生牛牛啦。朱生娘是我们在台湾这个道教里面很著名的一位神明后，算是母婴亲善的神明，就是朱生娘最有名的就是求子啦，很多就是求子的妇女，都会过去跟朱生娘说说话，然后去拔个杯，甚至就是过去跟她所谓的。可能会询问说，这辈子有没有这个缘分怀上儿子、女儿之类的，甚至有换花之类的这个说法。所谓的换花，就是可能男换女、女换男之类的东西。这个民俗信仰，其实我之前自己都有查过。对，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开个这类的台，跟大家聊一聊这样子。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民俗信仰，我觉得那个是跟台湾文化息息相关。对，所以我们这一张台语专辑里面的这首祝生，也是我想要致敬一下祝生娘娘对于可能我们身边的姐妹的庇佑，以及现在的生育率实在是太低啦，低到一个不能再低了。对，小孩辛苦，大人也辛苦的状况下，希望现在出生的孩子们都可以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全的长大。没错。对，所以就是思考了很多，然后也很开心，团队真的把我所有的心意倾注在这首歌里面，于是我们的专辑里面收录的这首歌，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最开心的是，我们去年12月24号发行的这个台语专辑，也即将 maybe 或许会在4月初就会让大家公开可以预购了。对，所以就是请大家多多支持起来。对，然后更感谢我们16大师兄的降落，谢谢你的降落。然后不管大家有没有听过猪猪的原创曲，刚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开几首原创曲出来
唱给大家听，唱好打给听吼。那刚刚那首歌叫做《祝生》的这个状况下，我们下一首歌也开给大家。恁刚爱食盐水，我真正是少爱食盐水的，少爱食的，知无？盐水香菜来。下一首歌，我们香菜献给大家，也是我们这张台语专辑里面非常抒情、非常难唱的一首歌。来，我先把它设定好。这首歌它有里面很多不容易的咬字，我自己练习了好久，至今我每次歌会一定也要开出来练习。NC。春草犹剪，冬雪再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着我黯淡的表情。黄昏的红颜照雨顶，灶骹的花粉透天顶。有关系的起点，你爱盐水脚也巴边，切一半我的情意，搁生我的痴心，酸甜苦咸杂挂到人生，当你去定来无回甜。望你清楚了解我的心意，我有影甲伊切拢交予你，抽一时也花影，空挂滚才多年，心煞已经走离去，一顿饭吃完咱就来相思，我已经有勇气当你离开，这对冰甜我甜，不管在地，万分稀微是最后的滋味。小声了，不好意思。飞鸟的清光石塘边，饭菜的油香拖结丝，有关系放袂去，你对我的海誓山盟。当你会当了解我的心。才多年，心煞已经走离去，一杯酒饮落，咱就来相思。我已经决定袂甲你拖累，这晚平淡天开，过歹藏伫云顶，又可是无人会红你。失去了草字头的圆妥，若未来你搁再回头想起，我想要做你赶来的盐水，微微仔的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声的意味。
小阮是最后的嘴记。多谢各位，他到迄首歌就叫做盐水，就是就好食就好食的盐水香菜啦。对，我们这边香菜教派的吼，一首非常美又非常难唱的歌，盐水，来刷倒来。咱刚上好时间要来咯。来，今仔就感谢感恩咱16位大师兄对，应该是大师兄的感了。非常感谢我们16位大师兄的加入，我们刚好现在呢受到了文化部爸爸的支持，获得了6个月为各位加码的这个企划以及机会喽！呼呼，谢谢周世惠顺，我们喜获了文化部语言友善环境及创作应用与推广补助，拍七。但是我们那个BGM有点大声，不好意思。对，然后目前这个补助的部分，我们是希望可以实质回馈到观众的手上。于是呢，我们在2、3月份的时候加开了，就是150块的这个台湾味低周玩，第二台湾味低周玩的会籍。我刚刚一直在那边请教大家那个组员和周玩，应该是组员周玩这样丢，对，他怎么念都念不出来。对，好，总之我们现在台湾话组员是我们目前在今年度新增的新会籍啦。这个会籍基本上只要你加入的话，有6个月的机会可以收到有文化部爸爸加码的不同的小周边哦，好不好？那目前你看到这个非常清楚、非常有气质的朱迪卡的背面，对的背面这个更加有气质的这个木下风格，类似塔罗牌的这个风格的这个图片呢，是由我们骰子老师所绘制，真的非常的漂亮。那这个图基本上是会印成正反面的跟拍，跟拍一起下回就是明信片啦，所以基本上在3月份的现在加入的你们就有机会在4月份获得，就是我们由我们小精灵伊藤先生出货的这个明信片的部分，好不好？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欢迎现在即刻加入150块台湾话朱组员的会籍。那我们这个会籍基本上就是限时6个月，就是6个月，你每加1个月就有一次获得我们文化部爸爸加码小礼物的机会，而且我们每个月都会准备不一样的小礼物哦。只是就是要麻烦大家填单，对，因为基本上有一些观众他们很可爱，他们就是想单纯支持，但是他们就是不想要透露各自的状况下，他们就不会填单，这个也没关系，对，所以 OK， 我们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有加入这个会籍，然后又有填单的话，就一定收得到。对，那表单的部分，只要你加入150块以上的会籍，就可以看到了，因为这个表单是有前线的那也就是说，你像30块啊，不是，对不起，30，对我们大佬也是30块，但实质上300块的组长，或者是600块的经理人，甚至是我们高阶会员，还有32块、38块，对，随便啦。我们高阶会员3800、3200的大家，基本上就有获得我们这个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个算是小礼物的资格。对，不过呢，我们的高阶会员就享有免填单的这个福利。对，这个事情由朱迪卡帮你做就好了，就有高阶会员，谢谢。但是如果刚好你不是高阶会员，就是介于150块到600。这之间可能要麻烦自行填单哦，好不好？对，那填单的部分目前就在置顶表单上面了，欢迎大家。对，就是限时6个月都可以支持起来，好不好？谢谢，刚刚小，谢谢我们非常相挺的大师兄的降落，降到猪猪频道，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哈。然后刚好这一趴也是我们在继续练唱我们原创曲的时候呢，以上就是咱的工商服务时间到此为止。圆妥的草在进，所以反而是我偷走了圆妥先生的草吗？有没有看到我们后面大大的香菜？它的草
被骰子老师画走了，就这样子结案，谢谢。哇，原创曲，吴谦老师，你现在在捧读什么？吴谦老师，哇，听说你也是作词的一部分呢。而且三哥，对，现在台湾提升生育率，可能要麻烦财神爷加持一下，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实在。对，养小孩真是太贵了，只要是贵要咪咪冒冒的刚栽。对，所以其实啊，各方面的压力啦，像我的孩子，最近我应该说这一阵子有时候看一些什么。社会案件或者是虐童什么有的没的，我都觉得说好了，生育率继续低啊，没有关系。对，我也宁愿不要生，就是变成说宁愿不要小孩出来受苦，所以就是只庇佑这些已经出生的孩子都可以获得完善的照顾，真的，真的。好啦，他都要一句话叫做 NC。那么接下来我们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我们继续来练习这首歌，就是最近被做成纳卡西版本的紫 Murasaki， 而且 Murasaki 这首紫大家一开始听不出来，对不对？就是纳卡西的版本，大家一开始还猜好久。来。转小声一点，听一下。有关是满山的寒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对你行到我一个人在这。笑笑的苍穹渐渐红，若亲像过往咱的红灯烧炭，一色饭头长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彼当时袂有讲详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试白。花莲去，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捌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彼时咱双手相揽，一色饭头藏踮伫旧梦中流淌。对你真歹势，今捌我已经无机会，因摆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嗟。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露水来消失。今捌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少年爱情，恐怕咱后逝去，我头才看见，
开满山间，今摆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煞不知安怎放弃我本存的心意，心意。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地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遇。咱的暂停，已经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痴傻的你早就已经离开。悲怨的歌声，煞流水来山的回应，我的爱情袂搁散去。Murasaki 这首歌叫做《鸡小的鸡》，鸡小鸡小，黑啦就是鸡小，紫色的紫呢。好，我要休息一下，来，我把我们的 BGM 开出来。真的呢，每次现在那个要歌回的时候，我都很压抑自己，不要讲太多话，不然真的到后面会完全没有办法唱歌。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个爱迪生，爱迪生吗？好可爱的名字哦。OK， 我喝个水。而且没有意外的话，猪猪明天也会开台。我真的觉得哇，那我真的是从日本回来之后，真的是努力的把开台时数拼回来，很像渐渐的真的开回来，好棒哦，好棒棒哦，对。然后明天的话，没有意外的话啦，应该还是把臭臭女生来选一下好了。但相信应该大家都会很和平啦，应该啦。臭臭女生，昨天选完臭臭男生，明天来选一下臭臭女生，对，然后。就是即使就是总觉得里面很多选项都会造成族群对立，但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你们大家的那个言论其实蛮好笑的，就在想说，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选项，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这样就觉得很有趣，想说好吧，明天还是开出来玩一下好了。对，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的头发在过长，非常的长，我的即使我只是要小修一下，也是。必须看日子嘛，对，就是一个已经过腰的猪长发，猪毛，对。然后我原本2月过年前要先去修剪了，但是2月你知道很夸张，2月真的是移理发的那个日子一字摊开来，好像我记得只有1天还2天，要不要这么硬啊？我没记错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搜寻的时候傻眼来，我等一下我看一下，2026。移理法，看不出来，有没有？真的2月，我现在搜寻1月跟2月都不知道在印什么的，2月就只有18号移理法，我心里想说，哇靠，这么硬哦！然后好不容易来到3月，我上次怎么看到的是
3月20移理法，结果不是吗？所以明天不是移理法的日子吗？我以为是明天呢，我搞错了吗？啊，完蛋了！我要跟我的美发师快点先取消掉，完蛋了！我搞错了吗？我的宝贝迪卡可是香香的吗？我也觉得我香香的，我才不是臭臭男生。但是明天要选臭臭女生，一定很和平的吗？就是觉得是有些偏，就有些极端，但是有些是极少部分人是这么想的哦。对，所以我觉得就明天也是可以开出来玩一下啦。对，明天会开吗？下午吗？啊，小豪，谢谢。我明天会安排，对，也是没有意外的话，也是下午1-2点会开，跟大家一起选一下臭臭女生。对，你妹是说，这也能碰？等一下，明天到底能不能理发啦？为什么我上次看可以，这次又不行了？我看一下哦，什么冲鸡、冲鼠、冲蛇、冲虎、冲猪，这不就是猪吗？啊？所以我记错了，明天不是移理法，是下个。我一直以为是这个礼拜五移理法，就不是，是下个礼拜五才移理法哦。真的耶！好险有跟你们聊到这个，不然我明天就是傻傻的过去理发了。我天哪！我要快点跟我的美发师取消，明天没有移理法，花了饭。哦，救命！对啊，武杰老师。对不起，我查网络习惯了。我想说移理法，想说就打一下那个关键字移理法的一整列就会出来了。说，嘿啦，这也能 PO 啦。农民历每家写的不一样，可以挑我喜欢的吗？因为妹妹跟爸爸说明天，真的假的？龙抬头后有时间休息啊，所以我这边看了3-4个都对啊，都没有20号啊。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不是我觉得我3月初那时候急着要查移理法的日期，然后我就以为是对啦，因为某个礼拜五，我说好，那我要礼拜五，然后我就看成20号，就其实不是明天，是下个礼拜。哦天哪！啊，尖叫了，就是对，就是有人盗我账号，对，害我又崩了，对。我得看新老师那边有看黄历吗？基本上其实只要我们过去什么时候想剪头发是都可以的，但是我已经习惯看日子，对，我已经习惯看日子，就是毕竟留这么长的头发，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蛮崇尚这些就是什么农民历上面的一些事项嘛，对。明天是移嫁娶是不是啊？你各位明天就是选个良辰吉时，准备嫁了，准备娶了哦。对，至于这个单身猪呢，乖乖等到下个礼拜就理发好了哦。明天没我的事情哦，明天没我的事情啊，老抬头。明天土地公啊，明天是土地公爷爷生日哦。好，明天是好日子哎，明天土地公爷爷生日哎，土地公爷爷明天生日呢。一人一拉萨哎。什么今天移崩啦？什么今天移崩什么东西？好了，我下个礼拜快点，我要改一下哦！救命！为什么这么崩的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这么崩的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会让大家知道这么崩的状况啦？早知道不要跟他们讨论，这样我就可以保持我的精明概念了，不是吗？气死我了！交通频道先生已拉萨，然后头发过腰了，他说被建议看日子，所以很麻烦。我是已经非常习惯去看日子，对。我这样说，我知道你很专业，你打出来每一句话都会很专业，这样你会误导我的观众。今天移烹是吗？今天移精明干练，什么？今天记精明干练？你看都开始在讲干话了我好热哦。好，也就是说。我很完美的又记错时间了，但是好险还来得及挽回。说真的啦，各位信众们，各位专业的熟男们以及命理老师们，如果我就真的烹掉了，如果 maybe 我今天没有跟你们讨论到这件事情，没有兴高采烈的跟你们说，我跟你们说我有去看农民历，你看今天移理法或者是明天移理法怎么不是明天移理法之类的，我就这样傻傻的明天真的去理发了，我是不是就真的
我是不是就真的腰斩了？应该不会这样子吧？就会不会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然后就会连接上来了？我们刚好就是5000老师在线上30点线上集，听得懂的这个梗的话，代表你们不年轻了。30点线上集这样，而不讨论明天真的会去解发，真的好险。好啦，宁愿今天碰一下，不要明天真的直接剪掉就完蛋了。以碰本什么以下是什么姐妹店什么东西啦？IKEA 是吗？然后迪开始很棒吗？谢盛红今天果然没有盗账号，依旧专情。怎么自信的把如果拿掉？其实不会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吗？有一种说法说不知者无罪，可能就要找5000老师。可是我都已经知道了，我明天还这样过一去，就觉得说好了，范冰我都约了，快点去啊！下个礼拜还要约，好麻烦哦，这样怎么办？20点在线急等这样子，也把很多习俗都去掉，有些只是流传下来。跟正确性没关系烹调无罪是不是？我还年轻，我还年轻，确实不太会怎样，但运势啊，不要啦，我现在很怕水小，不要，水小不要来找我，水小走开，谢谢大家，原来不会怎么样哦，好啦，好啦，其实不会怎么样，可是我都觉得我都已经知道了，可能我还是乖一点好了，对，还是乖一点好了，做乖乖的朱迪卡，对，好啦，我跟我的美发师取消掉了，还好有跟你们聊这个，还兴高采烈的，就是我跟你们讲，我查了啊，怎么不是明天啊？啊，我怎么约到明天了？等一下，就是怎么会问我嘞？看起来像那个头发过腰的吗？牛妈大概再留个1-2年，搞不好有机会，牛妈。像是以前被长辈说不要晚上剪指甲，但现在嘛，的确啦，然后彩彩走开，你要被崩掉了，臭彩彩。有些影响，有些没影响。剪头发这个就属于比较没影响的类型，不过你自己很在意的话，就看我很在意，我超在意。对，今年度对我们而言很重要，不能随小。对，我们要凝聚所有的正能量，对，不能被那个头发剪掉。对。另重点在个人运势，今年真的很重要是不是？5000老师有去帮我们团队求很多计划上面的一些加持啊，谢谢。不知道雅虎只是叶你都打出来了，我刚刚就是说在线集什么的，你这是居然就说名正言顺的把那几个字打出来实在是你也逃不掉呢，很懂呢。什么帮助我精明概念，听着睡觉好舒服吗？好，下一首歌我要吵死你们下一首歌我要吵死你们很舒服是吧？我们紧接着下一首歌，很可爱的一首歌。我跟你们讲，因为我之前其实还没有听过动物方程式的歌，然后被你们一讲我就去听，很像我们出专辑的那个时候，在那之前刚好动物方程式的第2集好像出现了，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你们讲的是动物方程式第2集的那首歌，跟我们家的囤积有一些相像。我去听了之后才发现真的好可爱，有一些像嘞。我们来唱囤积，我要吵死你们，不准睡觉。头发再长很容易打结落发，变成秃头淘汰。那牛妈，反正你很帅，你就留光头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就完全很不负责任啊！反正你脸长得帅就好了。累死我，在日本报真的假的？天哪，5000老师也还好吗？谢谢帮我们团队求很多的加持，虽然说不晓得是怎么样的爆炸法。5000老师，你有去吃泡芙吗？不知道无名小镇、水灵宝贝，你们各个自爆年龄呢？但是不得不说，水灵宝贝真的还是很年轻啊！为什么年轻的孩子都知道这些东西？这么糙的吗？你不是用过噔，马克先生，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噔，喜欢养什么啦？我还真的没有养过什么鼠鼠宝宝，是什么东西？不是套啊！你明明很年轻，你为什么知道那些东西？而且我还真的没养过，什么囤积不行。虽然我只要买玩到，哇，暴吐跟晕眩中度过，我只能说辛苦了。去工作的果然不一样，没有办法玩乐哦，辛苦了。他们真的没用过 MSN 吗？噔，噔一出，大家都知道在讲什么。对，
好啦，各位年轻的各位，我们来囤积一下。年轻的各位，你们都很年轻，好不好？对，你们最年轻哈。非常的敷衍。好了，你们都年轻了，好了，下一首了，囤积了哦。好啦，来囤积一下，囤积很可爱的，献给大家。我们原创曲里面很可爱的一首歌哦。丢丢丢，这首歌来自于我们家很爱囤积的大佬。对，就是这样，他们真的很爱囤积。我的高阶会有回馈，哒哒哒哒哒，嘟嘟，好热闹哦！无眠无日会定啦，工课做袂煞，头家讲下班啦，我摕油来抹卡。到厝随来开冰箱，和喘开到全身灌注。Oh my god， 阮老母竟然煮甲这丰富，流嘴满咸放空，有淡薄甜甜，你手等着我，温柔轻声。为了刚好，讲食甲健康，摕你喘开到山顶七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迪卡米沙塔贝戴拿，白饭搅搅，过来一碗，吞吞吞鸡，哦耶！无眠无日会定啦，工课做袂煞，头家讲下班啦，我摕油来抹卡。到厝随来开冰箱，和喘开到全身灌注。Oh my god！ 阮老母伊竟然煮甲这么好，流嘴满咸放空，有淡薄甜甜，你手等着我，温柔轻声。为了刚好，讲食甲健康，摕你喘开到山顶七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祝你拖舒服，但是迪卡米沙塔贝戴拿，白饭搅搅，过来一碗。哦，欢迎来到迪卡频道。哦嘿，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为了刚好，讲食甲健康，摕你喘开到山顶七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哦，祝你拖舒服，但是迪卡米沙塔贝戴拿，白饭搅搅，过来一碗。感谢马克先生的汇集，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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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马克先生说出的汇集，是想狙击谁吗？感谢狙击，不会是想狙击这些臭财吧？然后他就被狙击到了，这样。当年好像六位数内的账号，六位数内账号这是什么东西？六位数内的账号，而且水灵宝贝，你的年龄完全看不出来，你居然知道 ICQ 是什么东西？救命！说真的，我其实不知道什么 ICQ。如果说是等等等，我还知道，对，完全没在藏的。等等等我知道，但是什么是 ICQ？ICQ 是什么？即时通这能牛吗？世界第一，对，那个年代，大家其实我没有用过即时通，我真的开始在用这些什么通讯软体，是真的是从Skype 还是那个什么等等等开始，即时通我还真的没用过。然后那个时候啊，说真的，不管是即时通还是等等等，还是 MSN 好了，都会有大家很中二的一个想要表达自我、展现自我的一句话，例如世界第一纯情男，爱过恨过。我们那时候不是，我记得不是那个时候应该不会这么直接，对。但是牛妈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对，只是就是比喻现在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在这个状况。会直接说没做过这样，我到底在讲什么？等一下，
你们在说好薄荷，对薄荷，很年轻，不用懂也好，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电视机旁边要放什么红色跑车模型？为什么？然后三哥的什么6位数内的账号又是什么？在冷冻忘记拿出来吃。不是店先生才加入1个月，不会开始囤积的，不会的。我们店先生非常的乖巧，我记得他没有交过坏朋友，他还是很纯洁的。店先生，你不应该囤积的，你一定已经吃掉，只是你忘记了。店先生，你要相信自己，你是很纯洁的，你已经吃掉了，你不曾囤积，不曾有过，知道没有？不曾，知道吗？相信我，你不曾，也不可以。开始洗脑，恰恰伊拉塞，绿茶比较多伊拉塞。然后，我看一下哦，就是创的账号很前面的意思，所以三哥创的账号超前面是吗？彩彩，你真的要被折断了，我跟你讲，最爱和你 ICQ 妹。那是什么？武谦老师，我现在在黑人问号。ICQ 它是号码，一直加上去，6位数就是100万以内的。我不知道三哥你这么有钱哦？啊，不是，对不起，我想错了，应该是用户是不是？我想说，我以为是用100块去买，对不对，不是100块，我以为是用100万去买啊。对，Skype，对，那完全不是我的年代，你年代是什么 FB 吗？对，可是我现在也没在用 FB 耶，我现在很不喜欢用 FB， 我就觉得看不懂那什么东西。等一下 Saber 爸爸，你为什么整个 AI 化了 ？Saber 爸爸，你现在整个很像是那个 NPC 耶 ，Saber 爸爸整个 AI 化了，你知道吗？是最早出现即时通啊，原来是最早出现即时通，真是好是前辈 ICQ 前辈，最早的软体原来是什么？哦，原来是这样子，好，谢谢阿成，谢谢航姐吗？即时通年龄层会比较大，大约国中生吗？所以那个时候在用即时通的都是国中的学生这样子吗？那现在知道即时通的，现在你们已经还很年轻啦，还很年轻啊。哎呦，虽然说我没用过，但是即使你们用过即时通，你们还很年轻啊！感谢慧吉，是，然后只记得即时通什么末期跟之后的东西，那个不用生气吧？哦，对我搞错了，三哥，不是彩亚梅洛不可以带坏电，不可以，电先生不可以。不要看彩彩讲的话都不可以看就对了。那年代如果你有100万就去买房子啊，真的耶，头期款完全搞定了，真的。现在感觉你要买房子100万，唱歌吧。说好不提年纪的，我知道你有吗？你今年不过才18，不是吗？锦溪，我才27，怎么就有白头发了呢？钮祜禄氏甄嬛，今年3737。好，那个《甄嬛传》马拉松已经结束了哦，我们期待一下明年哦。等一下，我追不到聊天室，我以为6位，对我也以为6位数字在讲户头啊，是不是大哇？但是讲出来。我知道，我们要彩的那个留言一律略过，谢谢。要知道即时通我们都可以生出国中生。武谦老师，你在考虑要不要回归3200吗？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要尊重，就是不管是女儿还是老婆大人，对。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诱因是托各位的福，托我们福利熊的福，基本上这几个月。很稳定的都会是点心，我们已经持续供应出点心，已经将近快要半年了吧。感谢您各位支持啦！哎呦，兄弟啊，真的是咱是兄弟呢。我们在 Saber 大佬还没回归的时候，或者是他用心经营他自己的生活的那个当下，我们吃足了各式各样的点心。对，我们真的无意让 Saber 大佬吃不到点心，只是当下好死不死，我们就是在封什么？我们就是在封猪脚料理接龙。我们 Saber 大佬吃不下
不，应该不是吃不下，他吃不到的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回归应该都吃得到了，应该啦。Uber Eat 应该都点得到，不是，没有业配，没有业配，其他我什么都没用过。好啦，恰恰感觉也很年轻，主播你好，是国中生吗？怎么这么礼貌的国中生？你不像国中生，你太有礼貌了，这位塔瓦。然后 BB扣年代，请半年后使用完毕，不是有吗？不是半个月可以吗？半个月，请证明半个月好吗？所以我们这边最早说的什么不能发送嘛？等到纽户路是迪卡，今年37吗？不，我今年5004，即将满5005岁了，好不好？我今年5004，即将满5005岁，谢谢大家。我生日给你到啊啦，阿娘喂，我今年生日过两个，我今年生日过两个，真正有够夭寿的，恁敢知？都是迄泡泡熊 A.K.A 福利熊啊，是不是葡萄干还是红奶的罐头啊？真正夭寿啊！我真的要做出那些惊悚蛋糕了，但是呢，我的厨娘魂我已经知道我要怎么做了。三色豆我也是直接豪撒上去，好不好？豪撒啊！ Ella 不好意思，我今天移抛，不好意思，对。就是因为 Alan 有抽中我们那个三哥的那个加码的那个透明箱嘛，然后 Alan 他今天也是很贴心的说，猪，我有收到那个就是简讯，就是已经到货简讯了，请问你是从某个门市寄出来的吗？哦，我说是的，您收到了吗？然后他说对，是已经到门市了，但是你也像寄到桃园去了，我寄到桃园去了，我寄到桃园的门市去了，不是吧？我怎么会寄到桃园的门市去？因为梁董他在北部，好，桃园也是北部，他在大台北地区。我想说奇怪，我是怎样？我是脑雾了吗？不好意思，真的是太多件邮件要出了，我就把梁董的那件邮件出到了桃园的某个分店。对，到底怎么回事？这不科学啊！我一定是被盗账号，我跟你讲 Alan 我当下一定被盗账号，有人盗我账号知道吗？对，你放心，我会等他退回来之后，然后再继续正确的门市，谢谢。可能要1-2个礼拜时间给我，谢谢。桃园一日游，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好意思，然后也谢谢体谅，对，不好意思，我很担心会不会是我把其中2位的那个单互相贴错。但是应该不会，如果互相贴错的话，应该也不是，因为如果我真的把 Alan 的单贴成了长官的单号，因为长官跟 Alan 的单是一起出的，那也就是说，不对，应该不会，对，应该只是 Alan 的那一张就真的脑雾，不晓得为什么他就跑到桃园的门市去了，对不起，不好意思，好了 ，Alan 谢谢体谅，不好意思，对，然后 Alan 就笑一下说没关系，就不好意思，真的很谢谢大家体谅，大家都是非常温柔的丑男。再来桃园一日游，工商连结点心，小豪，我跟你说，基本上呢，我们这边的高阶会员大家都知道怎么加入，或者你直接就是点你的手指，对，3200直接录进去就有点心可以吃，或者是我们3800就是我们算是比较隐藏的最高阶会籍，目前我们隐藏的最高阶会籍目前是我们的劲爆总裁啊，我们的萌新啊，对，这是在绿界的部分，绿界在我们 DC 也有卖场，或者我们下方资讯栏也有在满脑子なるワンなるツーなるスリーなるサバイナバ，这才是太重要了，好不好？对，我真的没想到阿玲这么强，我真的没想到，对，没想到他可以这么强。分店是名称很像，我跟你讲，根本差很多，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当下会点到这个门市，我真的到底怎么了？对。有什么八寸的磁铁什么磁片的人，那什么东西？照理来讲，长官应该对啊。如果说我真的不小心长官的贴纸跟Alan 的贴纸互相贴错好了，那应该也会抵达正确的门市，只是 Alan 收到的是长官的东西，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想说，好，这样子推敲下来，应该长官的还是会送到长官的地方，只是 Alan 的这一笔不晓得为什么就砰掉了，脑雾了。就不晓得为什么输入到某个桃园门市，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Alan 谢谢你的体谅，谢谢。对你等我把它退回来之后，然后我会马上再寄出，我再跟你说等到爱拜新城，这个老板请假，我要桃园一日游。开后さん、初見さん你好，欢迎来到迪卡冰的
这边是胡桃泽吗？你好，你好，谢谢你过来跟猪猪聊天。对，我们今天算是午后的歌回，我今天很努力的唱很多歌哦，因为我很爱跟大家聊天。我每次歌回可能都不小心聊2-3个小时，然后才唱5首歌。对，但我今天唱很多，我很棒。对，所以仔仔走开，是臭男生，仔仔是臭男生。马克先生对不对？仔仔好臭，臭男生。领个话还能顺便游玩。对，就地址跟名字是一组的，所以可能是地址跳跳还是还好不是吃的。如果是吃的啦，就我们梅子囤积组那边其实有做过实验，他真的还非常非常的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够靠北好笑的。他们还在那边做记录说，猪猪，我真的实测过，你每次寄过来的这些高阶会员回馈，我们实测过，真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刻意就是在囤积的这个当下，有去观察过食物的变化，根本没变化。我心里想说，你们到底在讲什么？我想说的是，真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说，你可以不要再讲了，你可以快点吃掉吗？不要再讲干话。对，都即使真的是那个我们的点心或者是那个芋头料理好了，像这次就是芋头造型的槟榔点心嘛，我给大家看一下哦，看一下好，这个是我们劲爆总裁这次的生日蛋糕，对，感谢他就是让猪猪可以就是满足这个推广这个非常台味槟榔梗的这个蛋糕。然后这次大家收到就是下面左下这个精明干练槟榔袋，对，没有什么专业精烹，那是你们眼睛越上重哦。对，这个就是我们高阶会员左下会收到这个芋头槟榔造型点心，对，然后槟榔造型的蛋糕目前已经在应该是劲爆总裁的胃里面的吧？他应该吃掉了吧？他就跟我讲说他收到了，他不会再囤积吧？哦不，劲爆你不可以囤积，等一下，因为劲爆他很少有时间过来，等一下。而且你们看，我这次故意就是用成非常台味、非常那种就是非常工地风格、本土风格的一个情境的照片，而且右边啊，乍看之下很像烟，对不对？乍看之下超像香烟，但其实它是药哦，它是中药。对，那个是我去日本买给达宝老师的，因为固定我去日本，他都会就是希望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然后这次他没问，但是我还是特别帮他带了3盒回来，一盒很便宜耶。对，一盒我记得合台币也像300多块，350块日币是合台币多少钱啊？总之很便宜。对，我们经得起考验的这个东西啊，即使这个不小心记错了门市啊，这个桃园不止1日游啊，这1周游1周游回来之后又1周了，对。但是我基本上就是冷冻宅配啦，冷冻店到店，所以不用担心，对。然后谢谢大姐44个月的住宅专员，囤积组的大胜利可以撑2年。囤积组不要再讲干话了，囤积组怎么就贴反了的小坡就变成完全差很多的他？对啊，其实到底为什么人的会变成桃园的门市，而且名字还差很多，我到现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刚好听到猪猪美丽的歌声吗？谢谢胡桃哲先生，谢谢，我今天的歌会很开心可以看到你。然后之后如果不嫌弃的话，平常日的中下午我都会尽可能的开台，因为我之前太忙了，都在忙做专辑，然后还有我自己的可能中年的3D showcase。然后现在虽然说专辑出完了，可是我们现在也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今年度的很多节目企划以及实体专辑的预购。虽然说忙完了一个阶段，现在又再继续忙碌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就崩掉了，不好意思，我也是会出现系统，真的假的？我觉得如果长官的没有错的话，前错外错都是全家的错，那一定是系统掉了，好，就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不好意思啊，因为毕竟是我寄出来的，对，要请 Alan 再多担待一下，不好意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道貌岸然在讲干话，你知道吗？怎么1年寄1次啊，臭仔仔，你的今天跟明天就要寄出去了，跟5000老师都要寄出去了。对，人家爱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是食物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是香菜吗？柯广先生说香菜吗？对，
我很喜欢推广香菜，所以我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把香菜跟芋头做成所谓的创意料理。对，所以大家所看到这个很槟榔风、很工地风的这些氛围，就是我觉得很刚好啦。去了日本又帮大宝师带了这个中药回来，然后又可以拍一些就是很槟榔、很工地的东西。但是我们很巧妙的是，我们专业金烹带上面完全没有提到任何槟榔字眼哦，而且我们使用的是香菜哦，并不是槟榔树哦。对，我们就算是有点模仿那个排版，然后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风格，不是槟榔带的槟榔带之外，然后刚好就是今年3月份跟水灵就讨论说好，我就要玩槟榔梗，然后刚好就是劲爆总裁的生日蛋糕，他也想要说玩一下，就是槟榔造型蛋糕什么种种，就是加起来，然后再加上3个的那个什么金蒙有你芦笋汁，我觉得一切元素加起来真的好台，好喜欢哦。对，谢谢大家，就是我觉得一个点一个点牵上来，然后就形成了一个很棒很巧妙的一张照片，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如果喜欢朱迪卡这么台味的风格，也想尝尝接下来我们到底各位必虾棒，对，我们到底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出逃，欢迎加入朱迪卡株式会社高阶会员，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会线上什么样的一些高阶会员回馈哦。好，这次没买到吗？现在要帮，真的假的？武强老师也没买到吗？好，我跟你讲，这次我去的时候，有些药妆店很硬，它一次就只能带1盒，所以没办法，越来越难买到，好吧？我尽量啦，尽量啦，朱迪卡不是代购，所以我只能尽量哦。反正至少放个我真的不该开启这个话题。上次他们上过的不要，腌萝卜亚美蝶哦，明天来不及吧？哎，会来不及吗？希望电到店好像蛮快的，会来不及吗？那我今天快点寄出，通通给5000老师。哎，我如果今天寄出应该来得及吧？今天工作搞到ZWL 先生辛苦了，仕事お疲れ様。这康葵辛苦了。然后包裹我们是有还有去了游泳，新闻的时候被说什么西台湾的卖光了，什么意思？西台湾？你说中药吗？这个你们可以去查。其实我不晓得，我一直以为这是烟，就不是它是很便宜的中药，很像可以治什么咳嗽、气管之类的这些气管部分的这个算是保养气管的中药吗？我也不知道，而且它其实也不贵，所以我只要就是有去日本的话，像上次我们就是去出差嘛。那我也是尽可能的，就是帮大宝师带一些。然后这一趟啊，就是再去一趟日本，发现它越来越难带了，因为有些药妆店真的一人只限买1盒，到底要怎么带？超级，对，就是越来越严格了啦，对。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讲要看药妆店，因为我这3盒怎么来的？因为原本我是在あれはなんだっけ池袋。池袋の薬屋さんね。原本我是在池袋的那个药妆店跟他询问我们这个中药的部分，然后他跟我讲说一人只能带1盒的状况下，我就觉得很尴尬，我到底要不要带？对，然后因为当时又有其他行程，我就想说还没都过，我就想算了，我们先跑行程好了。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因为大宝师他也真的是随缘，没有一定要带，所以我就先放着。但是我觉得运气很好，因为我的饭店在阿美横町附近，阿美横町它里面有1-2间药妆店，它就可以让我多带对，所以我就这次就是带了3盒，觉得还不错啦，对，至少可以让我带3盒回来这样子，对，所以要看药妆店都可以多去问看看，然后物流没塞车应该来得及，好，不想面对吗？你还是得要面对。你还是得要面对台湾隔壁的，我懂，对，我其实也知道啦，对，所以我也没特别怎么样，就只能这样子。止咳化痰是小公主吗？你好，我是迪卡，你好，看到姐姐吗？
对，姐姐最喜欢唱歌了，然后不要理旁边的哥哥，他们很坏。日本直送哦，止咳，新雪松20支啊，是好大姐，好特别去找。对，这个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就一堆外国观光客在买。对，然后从我第一次去帮大宝师带回来，我可以带10盒哦，因为它真的也不便不是不便宜，因为它真的不贵，带个10盒没问题。到第二次我去Triple O出差的部分，我只带了5盒，没办法极限了。到这一次只能带3盒，哦，真的很可怕哎。一家药妆只能带1盒，可是日本不止一家药妆，对，但是要有时间去闯那些药妆店啊。太多中国人跑到是不是不限制，是不是真的啊？不要有压力吗？不会啊，完全不会有压力，你放心，完全不会有压力，你放心。然后是什么学？不是，我这边是合家观看的频道，就连小朋友来这边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很棒的知识，而且可以让他们听很多很棒的台语歌，是不是？嘿，积少化痰这样。臭哥哥们才是最臭的，带坏小孩的哥哥们啊！4点了，兄弟，我肚子好饿，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我觉得我今天可以安详的退去了。就是日本应该有买那个大正百宝跟瓦嘎莫多啊，瓦嘎莫多也是很多外国人喜欢去日本当地买的药呢。但是我自己本身啊，我之前还有帮那个大宝师带那个露露。一开始他跟我讲露露的时候，我以为是那个正露丸诶，我跟喜欢是正露丸，我还是想说是不是正露丸，一个一共不是另外一个药，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药大家好像也蛮喜欢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不太会去带药回来，因为我觉得你任何的病痛什么之类的，我都会去靠最原始的方式去做训练呐。所以我家里的常备药就是像妙丽散，肠胃有问题，妙丽散快点吞。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健康食品，对。然后日本的药我知道我也很厉害，可是我真的不太会主动去搜寻，对。然后也可能我自己本身，对，我觉得比起吃药啦，我是比较崇尚就是我运动，然后多喝水，多喝温水。早睡早起啊！你看我生活作息健康到边缘，你知道吗？早睡早起，多喝温水，多喝温水真的很重要。各位直男们，多喝温热水太重要了。我跟你讲，下次要是我要再寻找另外一半，一定就是跟我一样多喝温热水，这个加100分，好不好？好不好？直接录取，还不是？多喝温热水，这个真的很重要。然后还有健康食品的补给啦。对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去诊所看一下。对，因为毕竟台湾健保真的很棒，谢谢台湾健保，今天就赞呢。对，退价。那有事情要忙的，好 ，OK。蕾蕾冰伊拉莎，不是伊拉莎，伊黛拉莎。然后露露，对，所以就是原来露露在台湾这么有名，我都不知道。最原始的方式，吃无常百草，没有这么厉害。我去日本那种跟去家后院一样简单吗？其实，毕竟免签啦，是真的比较方便啦，而且日本又是真的很好玩的地方。对，只是下次猪猪要去日本，就要快点去找我们鹿儿岛的学姐。对，好想她哦，我们快去鹿儿岛，就是因为我自己很爱走偏乡行程，刚好就是下一次我们就真的要前进鹿儿岛了，我们前进偏乡，我再拍一些就是偏乡，可他们的偏乡也真的是很有他们的风格，我也很喜欢。露露秀じゃないよ，鹿儿岛台湾镜子没有错，对，没错，对，这也是我去查到的，大姐，对，多喝热水，是觉得背的止痛药跟肠胃药就差不多，剩下还是筋呢？对，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还是要把身体打理好。那些药基本上它很重要，但是真的是不得不的时候再来吃。而且，如果啦，真的在那边怎么了，我还会有机会把它带回来，但好险没有怎么了，所以才没带回来啦。所以只能说每次的日本行都很顺利呢。真的因为没有怎么了，就不用特别去把它买回来带回来。对，那如果下次我去，如果又怎么了，代表我就真的要去买了。对，代表我带回来了。对，我怎么了？就是我怎么了这样。我到底在讲什么？对，多喝温热水，我也习惯了。毕竟说这是我名字说。等一下。生蚝，我觉得你坏掉了。生蚝，你知道
你知道你楼上的那位大姐在 B Stage 演唱会对我做了些什么事情吗？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她是第一位跟我握手的，我完完全全记得她那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不行啦，温热水有点喝那种春夏秋冬喝冰水。对啦，男生真的很难找到跟我一样一年四季温热水，是不是？实在是太难找了。对，我继续筛选，谢谢。益生菌也不错，找是这。对，益生菌的话，我现在就肠胃有问题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妙丽散，快点吞下去。妙丽散真的是仙丹。对，去日本就那种交通费贵了点，其实真的交通费贵，但是我自己很喜欢走路。对，说好啦，除非真的是很远，要不然30-40分钟以内，其实我自己就很爱走。好啊，不过坐车就坐车啊，其实不会怎么样。嘿，大概是这样子。好啦，我觉得肚子好饿，多喝温热水。你各位兄弟们，我们来找一下要降落的地点。方才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16月大师兄的降落哦。然后没有意外的话，明天没得剪头发了，所以明天会开台，我们一起来选臭臭女生。也想知道一下男生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吼。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要降落到谁那边去呢？我们来找一下。好，我们现在降落。我们去找，好，我们去找碧儿好了，吼，我们去找碧儿一起玩，去跟碧儿打个招呼。好，我知道这下要给迪卡什么日本伴手礼。晕机药吗？哦，不用，因为晕机药基本上我吃了也没用，我吃了真的没用，我那个是心因性的。然后一天2万就觉得，你说2万步吗？我自己是因为劳动习惯了，就是体力过好的猪，对，就是体力太好了，所以可以的话还希望，就是总觉得自己运动量不够，才会开始在澡堂深蹲嘛。哦，真的是。一日不深蹲，面目可憎的朱迪卡，只有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会喝热奶茶。哦，这个好重要，太重要了，他哇，这个很重要。活动前暴涨，什么东西嘛？什么东西暴涨？然后温水超好喝、超健康吗？是不是？仙草抹茶，你还有讲干话。谢谢抹茶，你们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日本可以租车，对，我下一趟去鹿儿岛我就会租车，所以我可能要研究一下国际驾照，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最能推什么？新密的台有什么新密的台吗？好，然后お疲れ様哦，注意呼吸道和肠胃卫生。会的，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心状况啦。我觉得除了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也很重要哦。心理状况，我觉得在这个世代，真的大家都很辛苦啊，心灵状况啊。保重大家好不好？好的，那么我们快点来切片尾咯，然后明天见，快点吧，开台时数开回来，每天都想跟你们讲干话齁。OK， 看一下雅列基塔是不是？雅列基塔。哦，新的 B， 我来订阅一下。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飞过去，然后猪猪订阅一下哈。他好可爱哦。好，那我们先去找 B 儿玩哦。それではまもなくビル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 B 儿的频道了哈。咱咧讲到伫咧 B 儿的频道啊啦吼，下好的安全带哈，兄弟啊，准备咧降落啊哦。我们准备要降落到 B 儿的频道，请系好你们的安全带。大和国左驾哦，对，听说是左驾，我会再跟你们分享，我一定会无限的，就是打出雨刷。
无限打出雨刷之类的，好不好？好，谢谢你们的安呢，明天见哦，明天一起来选俏俏女生。